次你會見到非常之明顯嘅頭髮，做一次嘅毛囊其實可以去到咁乾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生髮專家玲姐姐。今日咧，我哋主要就想同大家講一講關於遺傳性脫髮嘅，特別係男士係70%嘅脫髮咧都源自於遺傳性脫髮，同遺傳性個基因係息息相關嘅。你要慢慢留意下，我哋嘅髮線慢慢開始向後移，頭頂開始出現咗稀薄啦，變得越嚟越幼啦。中期咧，可能你會出現咗頭殼頂有一個叫做係雞蛋咁大嘅一個頭肉見到啦，係2至3級嘅一個元素。如果喺呢個時間你嚟處理咧，2-3個月就可以做得到。去到一個手掌咁大咧，咁已經去到一個4-5級噶啦。咁嘅時間要拉長啲啦。呢個咧，大家見到頭殼頂非常之稀疏，短短5個月，其實咧連嚇自己都認唔到自己。如果當你依家發覺到你去到一個2-3級、3-4級，咁你就要趁早去醫治咧，其實花嘅錢啦、時間啦都會少好多。咁我哋依家其實元朗店都開咗張啦，呢個時間嚟做翻個頭皮檢查，我哋可以免費嘅。